這屆客座的兩位主廚就已擁有超過21檔的廚藝經驗。當年專注在泰北料理的主廚吉達那林吉菜，伊的料理風格講究烹調的zan處，佮傳統的工序。另外一位主廚沙西彭恩米，這是曾經在米其林2星的餐廳，專門依照現代餐飲的美學，重新來呈現傳統的風味。兩位主廚，一個傳統，一個當代，互相來彌補，嘛互整體餐飲體驗在在地甲熱情質感之間取得互相的平衡。泰北的菜色跟泰南的菜色，泰國北邊跟南邊的菜色最大的差異性，北部的菜色會強調酸甜苦辣鹹，那個苦味呢會被要求會強調出來，這5個味道要能夠表現得很平衡，才是泰北菜色的重點。另外一個重點，泰北的菜色辛香料的使用呢會比較強，但是呢辣味比較溫和一點。泰南的菜色呢辛香料比較弱，但是辣味會比較強。飯店表示，這個菜單的規劃主要以泰北清邁的料理為主。向外延伸到泰國各地具有代表性的經典菜色，推出期間只限定到5月27日，想要品嘗的民眾要把握機會。我們這一次的清邁直送泰美味從5月21號到5月27號。這期間的午餐跟晚餐會為大家獻上我們的經典的泰式料理由泰北一直到整個泰國，還有國際榜單推薦的菜色都在這期間供應了。那這一次呢，會由我們的雙廚來客座，也就是我的右手邊的雙廚，那由他們親自帶來的經典的料理。那精彩的菜色也由我們剛剛的行政主廚 Rex 為大家做一個非常詳細的介紹，歡迎大家一定要把握機會，因為只到27號而已哦。清邁直送泰美味限定的佳肴，對今起到5月27日，每天的中晝暗頓時段來輪流供應。除了泰式的主題料理以外，另外嘛同步供應中日式、意式、甲着印度的料理，以及海產、甜點、甲飲品等豐富的餐點選擇，希望會用打造一站式的異國美食的體驗。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